奖棒球锦标赛中华队的最终名单，是来自日本北海道国队斗士的王国荣。以上的28人名单就是经过选秀会议决议选出来，最终这次12强赛事中华队的28人名单。我想先问问黄总教练，就是在这个季末的时候，日本媒体有提到王国荣好像是有伤势，在这一方面，总教练是不是有跟他确认过？我们是有跟王国荣确认，他那个伤势是，当然是他说复健是没有做得很完全。不过，因为现在离开赛还有一段时间嘛，不过我们有问他，应该问题不大哦，所以他还有已经从上次我问他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在接下来10月的比赛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问一下洪总，对投手群的分工，你可以跟大家谈一下吗？所以是先发、中继或者是后援部分，可不可以就目前的13人的名单，跟我们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？谢谢。目前我们选进来的，因为我们比赛在台湾的比赛有3场，假如说能够顺利达成这个目标的话，我们到东京还有4场的比赛，所以我们其中就是挑了4个先发投手，比如说这里3场，假如有机会到日本的话，我们就4个投手，就4个先发投手，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考虑。那其他的大部分是中继的那个一局，我们有带了13个投手，所以除了先发这一部分我们比较担心以外，其他是比较 OK 的。那这一次名单中看到蛮多的，就是旅外选手，好奇就是还蛮多人期待说杨代刚这个部分有和他做沟通或是考量吗？老实讲因为我这边的比赛也在忙哈，那另外我也是透过电视上去观察那个代刚，最近我看他出场的那个机会不是那么多，然后他都是大部分以代打的身份登场嘛，所以他的状况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掌握得很清楚了，所以这一次就名单没有他。不过我们再过来这一阵子，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，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，这个名单虽然是出来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微调，所以我们还是会再视情况。但是在投手部分，左投手就陈冠宇一个嘛，我也蛮担心左投手的这个比较少的一个问题。然后还有没有其他还在观察的左投名单？谢谢。对，这个也是我们担心的地方。台湾左投本来就不多，那我也知道我们的中华队只有一个陈冠宇，那现在在等王维忠，就是说看他最后能不能加入这个名单里面。刚您几次提到王维忠，那说要等他，那他现在就是说他能不能打的关键是在哪里？是他个人意愿还是有什么？不是，他个人是非常有意愿，他现在是卡在他合约的问题。假如说他没有年底他5约的话，他当然是无条件他可以参加。